係各位觀眾你好啊！今日又到星期六，有我哋嘅 PR1 財經台啦。咁我係主持李慶全 Elman， 咁啊坐喺旁邊咧就係阿李蘇平博士。咁咧佢咧就係西南交通大學嘅研究院，就係氫能專家。喂，李博你好啊！係今次我哋又再講翻你最擅長嘅氫能嗰方面啦。多謝。咁我哋都講翻之前訪問你嗰兩次咧，就係講咗有啲係理論同埋實戰嘅case 啦。嗱，理論上你上次同我講過一公升嘅水就可以做3公升嘅氫。如果我講錯，你糾正下嚇。跟住咧就係喺呢個係屯門輕軌啊，已經係行緊用氫嚟行緊，有啲係輕軌即係試驗啦。同時喺元朗某個係中石化已經做咗啲液態氫，已經做咗，即係呢啲已經落咗地㗎啦。係冇錯。OK，咁我哋今日更加深入講講，究竟氫能嘅發展又去到邊個階段咧？咁啊，我哋閒談之間之前都講過，你嘅氫能已經話喺半年度咧有間上市嘅公司做專做建築嘅，會應用你個固態氫，就喺嗰啲天秤上邊應用到同埋工地都應用到啦。咁我恭喜你先喺度。咁啊，最新嘅發展又點樣咧？係嗱，咁樣就喺近期咧，就我哋重點就喺呢個響應咗呢個建築業協會議會呢個提請嘅，喂，就係可唔可以喺建築行業入邊提前推動呢個氫能源嘅應用咧？咁樣，咁我哋咧就喺有一間有關上市公司入邊，我哋就大家有呢方面嘅合作，就係話咧，呢個應用喺建築行業嘅天秤啊，同埋供電系統啊，平時嘅應用電動工具應用系統啊，就已經可以去到現場㗎啦，係綠能嚟嘅。係咁咧，而且咧亦設置埋呢個綠能系統。啲點樣綠能系統？亦即係話用太陽能嚟發電製造製氫。咁呢個叫綠能啦。咁咧就而且如果喺全球嚟講咧，亦可以攞翻碳分嘅。攞翻碳匯，咁啊每年就要申請就得㗎啦，係嘛？咁所以喺呢個工作中咧就一路推動。咁而且咧，我哋最近咧仲有嗰個傾緊一個新嘅水上運輸嘅問題。即係船裏邊可以做到嘅。係啦，喺船上入邊，首先咧就喺啲中小型嘅船入邊先改造。咁然後咧就譬如你好似喺香港仔啊，或者南丫島啲地方嗰啲街島啊，就香港人就叫瀑布船啦，係嘛？咁但係而家日後咧，可能就呢個瀑布就冇咗㗎啦，就會用氫能去代替咗佢嘅嘢。咁而且即係呢個係傾緊嘅，傾緊㗎啦，已經投資者亦喺度諮詢緊啲嘢。咁啊，而且咧會喺海上製氫，係用海水嚟製氫。你講開海上製氫，呢個新技術嚟㗎。海上製氫當然係非常之好啦。講開海上製氫，其實你已經喺新界某個地方已經係成立咗一個製氫嘅工場，係咪咧？冇錯，係已經批曬㗎，籌備緊呢個工作。喺政府嘅層面嚟講係去咗做申請，因為咧喺香港咧，尤其近期而家凡係做氫能嘅咧，一定要喺政府嗰度申請咗，批咗俾你啦，你先能夠落地。OK， 即係話工廠同埋製氫係同一樣，都係同一時間去批嘅，啱唔啱咧？係啊，要等佢批嘅，都要半年時間。上層啲政府部門就話最快就半年啦。最快半年係明白。即係點解你成日講話要製氫做固態氫咧？其實佢慳嘅成本咧，起碼30%以上，即係相對於電嚟講，啱唔啱咧？咁樣啊？嗱咁樣。如果隨住發展嚟講咧，氫能嘅成本係會確實低於呢個傳統用電嘅成本。咁而且咧，而家延伸到咧，從一個液態氫嘅發展到固態氫咧，係從一個安全嘅角度嚟考慮問題嘅話咧，固態氫完全就可以冇咗爆炸嘅機會啦，因為佢喺常溫常壓下邊運作嘅，而且佢係保持喺35%到40%或者50%左右嘅壓力就可以啦。咁所以咧所以我哋喺西南交大嘅時候咧，
用子彈打過去都打穿都唔爆炸。都唔爆炸。係啦，哦咁呢個啊唔係我哋講噶啦，香港政府當時就有係機電署啊，同埋消防處啊，同埋地鐵嘅一個領導都過咗去係睇嘅。睇嘅現場睇㗎啦。現場睇嘅。咁咧就冇得講，呢啲就冇得唔需要爭拗㗎啦。係。咁但係問題就話咧，隨住我哋考慮安全問題，點解而家香港城巴佢嘅氫能車仲未正式落到去運營咧？即係話日日去做開工咧，做測試係冇錯啦。就因為佢係用咗液態氫，所以呢方面嘅咧仲係一個過程去處理，而且佢嘅電池組亦係我哋嘅技術。就咁嘅情況。咁有會唔會咁頭先你所講係呢個城巴用嗰個液態，佢會唔會將來改做固態氫嘅咧？咁講咁啊，根據佢公司嘅想法啦，呢個就係如果喺呢個項目係我揸嘅話咧，我就肯定會希望佢係固態氫用固態氫嘅方式去改造，同埋咧加上喺某部分改佢。因為點解咧？城巴呢個車我哋都知道情況，咁個缺點仲係有嘅，所以咧就而且佢喺整個嚟講，佢仲要用侵其他氣體嘅話咧，變咗嗰個風險都大。風險大同埋個安全性仲有一個成本，係降唔到落嚟。OK，咁啊，如果咁你手頭上會唔會有啲大型嘅旅遊巴或者係啲巴士係傾緊你啲項目嘅咧？我哋最近都賣咗啲右軚車俾馬來西亞，就買幾十台嘅係重型嘅貨車，重型貨車係拉39噸嘅呢個貨車係氫能源嘅，咁而且咧亦係呢個電池組起動嘅。30個都會唔會係即係我想象會唔會係啲垃圾車啊？或者垃圾車、礦車同埋拖頭，即係拖呢個可以拖到集裝箱嘅，即係40尺櫃啊，係啦，冇錯，已經賣咗俾馬來西亞，已經賣咗啦，亦都係行緊嘅。係如果方便可以手機可以打出俾大家睇，唔知睇唔睇到？唔係啊，睇唔到。即係話，如果馬來西亞裏邊佢唔會淨係買車咁，你買埋你製氫嘅工場㗎嘛。咁我哋都已經幫佢喺呢方面。就呢個喺本地就發展製氫技術，製氫技術係啦。OK， 即係佢買咗台車，但係應該就係我所理解就應該有製氫嘅工場去配合住佢嘅。冇錯。呢個成套嘅配套係做咗出嚟嘅。做咗㗎，佢哋做搞緊㗎啦。但係香港政府點解又咁慢咧？咁啊，香港政府好多嘢點講咧？即係話咧好多嘢講就快，講就快，但係行動上咧。就好多掣肘，即係要個時間嘅都要。唔係有個時間掣肘嘛？掣肘，即係佢根本就有時有啲嘢，啲業等於就話我哋中國有個成語叫做葉公好龍啦。葉公好龍。葉公好龍嗰啲話，我講得好好，但係到最後個龍嚟咗時候咧，佢都唔知點搞。知道，唔緊要，即係我哋喺呢個網台裏邊都講少少啦，係啦。咁啊我相信特區政府都係行緊㗎啦，呢個 project 啊，亦都係好支持。講實際話，佢又真係行緊嘅，但問題咧始終就係比較立，比較立到，即係呢方面真係要學下大陸啦。明白。咁嗱，除咗馬來西亞，有冇其他地方係用緊你哋嗰個固態氫嘅運輸工具咧？而家咁樣，而家我哋咧就盡力去喺中東方面發展，因為舊年12月份嘅時候，呢個我哋代表咗一個學校嘅代表團，就去咗呢個阿聯酋哈利法大學交流。咁當時咧就中國大使館都大力係支持緊，推薦咗我哋過去嘅。咁然後嘅話咧，我哋就同佢哋交流嘅過程中，佢哋都好欣賞我哋已經嘅現有嘅技術。咁咧就最近都同我哋聯繫過，就希望我哋係咪過去組團一次咧，就過去同你哋點樣落地。咁啊呢個就係發展係出海啦。出海啦 ，OK。即係其實聽落嚟，即係近嘅有馬來西亞、香港，遠嘅就去到中東，咁嗰啲項目都非常之巨大，同埋係有影響力㗎。係啊，因為我哋學校係比較早歷，2008年咧，就開始研發呢個氫能源。2013年全國第一台呢個氫能嘅列車，即係火車啦，通俗叫嘅係我哋嘅。OK。咁到今時今日，呢個整體嘅喺中鐵，即係中車，國家嘅地鐵車輛啊、列車車輛啊，嗰個原料電池系統，基本上我哋嘅技術係採納咗㗎啦。基本上而家好多
鐵路車咧都係用我哋嘅技術，就咁情況。即係你講下你間學校，即係西南交通大學，係即係08年已經開始研究。係啊。OK。嗱，講開即係研究嗰方面咧，其實咧我就睇到則新聞咧，就講開就係喺呢個係日本嘅豐田啊，佢更加進一步就係你倒啲水落去，已經將佢分解有個氫能推動嘅車，咁係咪咁？係咪已經做到咧？係你嗱咁樣就上個月底咧就氫能，即係呢個豐田嘅公司就發出咗個訊息，就係佢哋第一台研發咗出嚟嘅黑科技啦，亦係好新㗎啦。就話咧個 engine 就係發動機咧，佢只要加水落去，已經可以分解啦，就可以自動分解埋，做埋動力，做埋當場做產生動力嘅一個系統。咁而家咧已經係個車型已經出咗嚟㗎啦，係可以用嘅。就但係仲係喺試驗階段、試驗場嘅階段去應用，即係未落到去市場嗰度嘅。係冇錯，未批量生產。未批量生產。咁即係換言之，係咪可唔可以咁講？即係日本喺呢方面仍然係領先咗少少嘅咧？喺氫能方面確實日本係領先嘅。領先嘅 OK。但係咧就因為佢有幾個問題咧，因為佢就嘅日本嘅技術習慣咧就話佢要好多嘢要試到100%安全嘅，咁佢先會推出去，就唔似得我哋啲話喂，一諗到個思維出嚟，咦可以喎，我即刻就試啦。試咗試咗先再改。係先再改冇錯啦，就所以個概念上唔同，所以就變咗點解有時有啲嘢中國係走得快啲，我哋喺內地嚟講係走得快啲咧，就係呢個原因。因為嗰個安全嘅要求同國內國外嘅安全要求完全唔同。呢個就英文單嘅 try and error， 一路做一路試，一路做一路試。係啊。咁啊，但係如果即係咁講啦，係中國其實都行得好快，相對於其他國家嚟講係啦。咁啊，日本就當然係領先咗少少。咁喺即係以你個氫能嘅專家嚟講，咁香港啦，我哋唔好講咁講，香港究竟係真係要全面化嗱，私家車又要有，旅遊車又要有，巴士又要有，甚至乎船都要有，要幾長時間咧？因為鑑於有一個好大問題，呢個問題就存在一個我哋要面對今時今日嘅全球經濟，同埋香港經濟問題。香港經濟而家喺咁嘅狀態下，好多投資者佢係唔容易馬上去投資個新項目，而且佢要考慮到整個同國際接軌嘅問題等等一連串因素啦。呢個牽涉到政治經濟問題㗎啦，呢度就唔方便講咁多呢啲嘢。咁但係問題咧，我就話氫能源嘅發展係全球必然一條路，因為佢確實係能夠環保減碳，同時係會降低成本。但係有一個最大嘅關鍵，會對石油嘅機構、石油公司係好大嘅衝擊。呢個係最難搞嘅。咁嘅時候，石油公司肯定要保護自己嘅，係咪先？咁但係你點樣去做到呢個問題咧？咁我覺得我哋呢度可圈可點啦。就係話咧，喺個形式上，我哋同時當然要發展氫能，呢個係絕對冇錯嘅，啱嘅。但係我哋喺應用嘅場景點樣去做好，同埋逐步喺香港嘅領域入邊自己做好咧，呢個係關鍵點。因為香港就算你中石化、中石油、蜆殼等公司，佢對你如果你大量去發展氫能情況下，佢個生意係咪少咗咧？嗰個威脅性就大咗㗎啦嘛，係嘛？呢個所以我覺得就話政府點去對待呢個問題，點樣睇？作為我哋科研機構同埋我哋作為一個實踐者落地嘅，亦要睇到個環境係點樣處理，呢個係關鍵點啦。OK， 即係其實咧簡單啲嚟講，咁我哋先行民營企業咪得咯，民營企業冇咁多掣肘啊嘛。冇錯，嗱，行民營企業係 OK 嘅，但係問題就話，其實咧呢個咁樣喺香港而家佢實施一個就係話，凡係氫能源項目要審批，要批准先俾你起，同國內唔同啦。國內你只要有錢，報備政府報案就 OK 啦。完全兩個概念啦，唔同咯喎，變咗就我報備啊嘛，我唔使審批我自己嘅錢，只要我安全唔違反安全根據翻國家安全標準嚟去做嘢，咁咪 OK 咯。係嘛？但係香港唔係，香港要審批喎。即係始終都係兩個制度唔同。係啦，咁呢個兩個制度還兩個制度問題啦。但係問題就話，今時今日香港咁嘅經濟狀態，你如果再係卡得咁犀利嘅話，係根本冇路行㗎啦。哦，明白嘛？其實咁啊，李博士啊，今日咧就好
好多謝你嚟我哋嗰個網台啦。嗱，我再講個問題啦。好啊好啊即係咧，希望我哋啲網友啊，或者聽眾咧，如果想進一步了解我哋啲氫能源技術啊，同埋固態氫技術咧，可以喺個網台留言，咁咧我都會覆返大家嘅。如果你有乜嘢技術上嘅要求啊，或者項目上落實要求咧，我哋都可以你揾翻網台大家交流得㗎啦。係嘛？OK。咁今日好多謝阿李博士幫我哋嘅宣傳啦。咁啊時間差唔多啦，咁啊去到呢一刻咧，就係我哋同啲觀眾講聲拜拜。好，拜拜。OK，拜拜。拜拜。應該 OK 啦，今次。